如果呢個先係一開嗱，譬如第二次佔中透過20條，又將嗰個被佔據嗰個區域又租翻俾大陸。你處明自己假設嘅憂慮，我唔係話你佔中佢忽然間喺基本法抄到20條出嚟，我授權就得㗎。但係第20條呢，唔係主要可以促成呢件事嘅條文。大家睇一睇咧，第118、119條咧，同埋第7條咧，你會睇到咧係有個法律基礎。憲法第62條嗰度咧話，常委會嚟到行使嘅權力咧係有權咧係可以設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裏邊嘅制度啊、政策各方面嘅嘢。人大嘅決定咧，既會用基本法，亦會用憲法俾佢嘅權力，將所有大家認為有灰色地帶或者有疑問，同埋嗰個整個決定裏邊令到乜嘢係生效嘅要講得好清楚。嗱，由大門到我個房門口畫一條直線，係2尺範圍嘅啫，唔多。咁如果你啲狗仔啊、貓仔啊，甚至啲細路仔咧入咗嚟我呢2尺範圍內咧，咁我管嘅喎，咁可以捉佢入房嘅喎。頭先講個2尺嘅走廊呢，我相信嘅意思呢，就係講由內地嚟到香港嘅隧道，同埋呢嗰個車廂，大家知道嗰個地方呢係閒人不能進，而係買咗飛嘅人先能進。你買飛嘅時候已經知道嗰個係呢中國呢係內地嘅地方，貓貓狗狗就唔知道嗰2尺地係屬於邊個嘅，係人係知道噶嘛。所以我覺得華丁呢個比喻呢係唔貼切。我同意袁司長嘅講法呢，就係由於土地同資源咧係屬於中央呢，中央係有權呢，就係租翻一個地方嚟到設呢個內地嘅口岸，因為香港仍然有6項嘅法律上嘅民事嘅情況呢，係用香港嘅法律同埋香港嘅司法管轄權啊。咁因此而家我哋講嚟講去呢，只係一個有限度嘅司法管轄權，係可以令到呢個內地口岸呢係正常運作嘅安排。咁因此呢，係完全冇影響到香港嘅地域，亦都唔係話西九站呢係變咗內地嘅地方，所以呢係唔等於呢係割咗個地方出去。